Yoroshiku Shasha Desu。日本10月有3連休，呢幾日就去咗武學、竹田城跡睇雲海，去埋天橋立伊根町，同埋未數到咁多嘅道之驛啊！當然唔少得自駕遊啦。夜晚喺公路竟然遇到動物啊！今次會分幾條片出，即刻去 Day Zero。夜晚9點到達西武學站，出站行1分鐘就到達酒店啦。同車嘅一家6口都已經 check 緊 in， 有大浴場，早餐有呢啲嘢食。8點鐘去到已經冇晒人啦。日頭俾大家睇到次站同埋酒店嘅距離啦。10點鐘去攞車開始今日嘅行程啦。今次租嘅係 Toyota Race， 係一架小型 SUV， 車身比較高。呢個型號冇得校seat位高度，好彩有 cushion可以墊高。車片會另外出放喺右上角。第一個景點係5路 Sky Tower， 係近畿8景嘅第1名啊！位於東武學同西武學之間，喺標高301.2公尺嘅展望台上面，望到喺海上面各個島嶼，平靜嘅海面係咪好靚呢？原來呢度仲係釣魚勝地嚟㗎，吸返個印仔先。上觀景台入場費300 yen， 俾大家睇下喺觀景台望到嘅景色啦。呢度望到架車啊，齋睇拍法都知道好趕啦。喺呢個圓形窗望出去嘅景特別靚㗎。呢度賣嘅木係年輪蛋糕咁樣㗎，幾得意。之後 book 咗12點搭船去睇海軍軍艦啊，睇下 full 晒啦。今日就係喺呢度入邊換飛嘅。哎呀，原來搞錯咗日期啊！跑啊跑啊跑啦！好彩肯俾我哋上12點鐘班船咋，未坐船出去就見到有好多軍艦啦。呢個就係今日搭船45分鐘嘅路徑啦。最近岸呢一隻就係以前嘅戰艦啦，船身係用木做㗎。跟住我哋就快速駛離港口去睇其他船啦。喺室內涼咗陣冷氣，跟住又可以去船尾室外睇下風景。武學呢度真係釣魚勝地啊！究竟隻海鷗快定係佢收線收得快呢？呢度就係海軍訓練學校啦。33歲前都可以報名入伍。呢度係武學。導遊話呢條白色嘅橋就好似鶴一樣喺海上面飛翔。綠色嘅建築物就係海上自衛隊基地啦。呢隻就係最長嘅戰艦啦。呢隻戰艦最老，就快有40歲啦。跟住睇咗幾隻戰艦係有重型機槍嘅。就嚟埋到港口，啲海軍都好 nice 同我哋揮手啊。又返到嚟呢隻木做嘅船，遊覽船嘅行程就結束啦。今日好好彩睇咗成10架船，導遊話有時冇船喺度都唔知點介紹好啊。睇完咁多船，竟然想報名參加海軍啊！落船就去咗隔籬嘅紅磚屋啦。其實好多地方都有紅磚屋，呢度襯托埋綠色嘅草地同藍天，就好有歐陸風情啦。呢度出名食海軍咖喱，餐牌影咗自己睇啦。樓上係展覽館，原來以前隻船真係搵嚿木就咁雕出嚟嘅喎。原來武學士出好多飛魚選手㗎。紅磚屋嘅玻璃窗同埋屋頂設計都好靚啊。手信有波浪紋嘅年輪蛋糕啊。拉拉喐戰艦好得意啊。仲有好多口味嘅海軍咖喱添。跟住就去攞返架車出發去第2個景點啦。提一提大家喺度泊車係需要收費㗎。
入場嘅時候已經影低咗你車牌㗎啦，喺後邊棟大樓輸入你嘅車牌號碼就可以俾錢啦。跟住我哋就再出發去第二個景點吉原入江啦。以前伊佐津村係漁業同埋海產加工嘅重地，而家已經冇乜人啦。喺運河望出去，兩旁嘅屋同船隻，諗起昔日繁榮嘅日子。好啦，又去下個景點，武學港 Tore Center 嘅道之驛啊。喺武學周圍都有得賣大過隻手嘅松果，喺街度都見唔到咁大嘅。喺道之驛嘅對面就係 Tore 海鮮市場啦。呢度感覺比較遊客向，買完海鮮，店家會即刻幫你燒，場入邊有位置可以慢慢食。一份份嗰啲就係燒海鮮，頭先隻鮑魚喐咗兩下㗎，影佢就唔喐嚕。原來柯南嘅其中一套電影係用武學嘅戰艦做題材㗎。之後還車去今晚嘅落腳點福知山啦。原來 JR 時速都有90公里㗎，4點零到達福知山。鐵路博物館5點鐘收工啊！快啲跑去體驗做車長揸列車先。見到福知山城就嚟到啦，點知就快行到去嘅時候，竟然見到呢度有得體驗用咁型嘅織機織布喎。不過好可惜，佢哋又就嚟收工，織手繩都仲可以嘅。冇錯啦，呢個就係電影《你的名字》織頭帶嘅編織方法啊！老師話秘訣要留意左右手嘅位置，跟住順時針再逆時針編織就可以啦。この矢印、この3つを見ながらやります。見てください。まずね、これ1番、こっちですね。で、矢印の向きにこれをね、ぐるっと回して入れ替えておきます。で、次ね、こっちレフトになってるのはこう置いた後、このままこう手を回していただくと、早く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でこうしてます。要織30 cm 啊！快啲喐手，唔好阻人收工啦！最尾老師仲幫手打返個結，形成一個圈，條手繩就易帶易除啦。織完之後就行返去福知山站食晚餐同埋準備攞車啦。今晚個天好靚喎，究竟聽朝睇唔睇到雲海呢？溫差最少要10度先睇到㗎，快啲凍啲！食完飯就去攞車啦。今次揸嘅係 Toyota Aqua， 今晚就會喺度瞓啦。呢架車係有啲細，其他大啲嘅車1個禮拜前都俾人 book 晒嘞。夜晚揸住架車，梗係去晒啲大型 Super 同 Home Center 啦。呢間可以買衫，呢間係 Home Center， 業務超市大家都識㗎啦。再嚟咗一間比較僻嘅 Home Center。呢間真係大得好過分啊！有100N店、書店，講得出都應該揾到嘅家庭用品，一路影過去都好似唔見盡頭咁嘅。因為仲要去錢湯沖涼，所以跑去熟食區嗰邊，快啲揾聽日落山之後食嘅嘢啦！哎呀，好趕啊！錢湯收10點㗎，快啲買飛入場啦！哎呀，彈錢紙幣原來要一張一張咁入㗎。離開錢湯就出發去立雲峽停車場啦，準備聽朝爬山睇雲海。途中遇到動物真係好驚險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啊！